全家有智慧，爱看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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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歌呢，一定爱给阮按赞。拜托，谢谢哈。请问台湾特殊的料理切仔面，伊内底迄个切是咧讲什么款的动作？嘿啦，菜米条，切啦，切哦，切迄个面啦，切面条，逼哦逼哦，切面条安尼是逼啦，吼，嘿，顶家出来喊。嘿。哎嘿，咱咧食切仔面，咱有看到迄头家是安怎用一支面切啊，有无？嘿啊，伫遐即种动作切，吼，出来喊，嘿，对，这无毋对，所以讲咱会讲迄叫做切仔面吼。啊，咱若一般迄打啊、虾、切仔面，迄是误会啦吼。因为迄个华语甲台语有一寡物件无法度安尼对讲，你感觉敢若是切，其实伊是切，迄个两个字是无共的吼。嘿，